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宇群阿群妹，刚刚大家看到嘅影片啊，有同我共用望，我係按樣見看、見搖、見看、見搖，因為畫面當好看，音樂當好聽。今日愛同大家來小見物嘅喏，大家記得今日係物嘅節日冇？今日啦係阿爸節，係8月8號，祝福所有嘅阿爸父親節快樂哦！故說今日父親節愛同大家來小見物嘅喏，就係愛同大家來小見愛唱歌的親子演唱會，又過來了。韓國啊，也係3年以來又來推出新型的一部演唱會，叫做《米卡勇闖魔法夢奇地》。故說今日愛同大家來分享哦，細細個個來分享。今日節目底度有請多位來賓，是我們這個兒歌界的女神級的人物哦，今天馬上來分享。你是總監蔡雲志先生，歡迎老師。大家好，我是蔡雲志，今年動歡喜來到呀，掌聲鼓勵。老師大擺都懂認真，都很認真，為來好人的客家話，就係為到愛用客話同大家來打招呼，對不對？連我都學得會了，我覺得大家真的要好好的認識這個語言。沒錯，沒錯。對，這一次非常非常高興，又再過一拜也有搶到老師，又當工對米貴又進來哦，又來到台灣，這次要來跟大家分享，這次又要推出新的這個演唱會，叫做《米卡勇闖魔法夢奇地》。要不要名哎？感覺有點長，有點特別，讓大家有點想要知道松雷迪度他是在說什麼。這個米卡勇闖魔法夢奇地裡面的米卡呢，它是狐獴哦，然後米卡狐獴它的英文叫做 meerkat，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meerkat 直接直翻到變成這一出劇的，對，米卡是主角，對，米卡就是中間這一隻叫做米卡，哦，好可愛哦。對，然後那個魔法裡面講的魔法呢，其實不是我們大家想說，就是把東西變不見那個哈利波特裡面那種魔法，這個魔法呢是一種意念，它是在講相信魔法，就是相信自己就能帶來改變的這個相信魔法，跟勇氣魔法，就是勇敢試試看、勇敢嘗試的這種勇氣，這個魔法。對，然後這是我們其實不管大人啊還是小孩啊都很需要的一個魔法，就是相信自己，你才可以帶來改變。然後相信自己，然後勇敢邁出那一步，然後相信自己可以做到。我很好奇，老師這一次選了狐獴這個動物來當主角，米卡來當做主角，老師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嗎？因為一般我們想到狐獴，可能就會想到《獅子王》裡面的那個鵬鵬跟丁滿，有沒有？他感覺就是一個太活潑的一個角色。他在這一部戲裡面，這一部演唱會裡面，他扮演着什麼樣的角色？有嗎？該給敵對內容想要跟大家分享。這個狐獴，它其實這種動物哈，它是一個跟人一樣，他們的家庭依附性非常的強烈，對，然後他們就是難怪都一整群，對，一整群，然後他們互相也是會互相照顧，互相，然後像有，譬如說你就發現有的狐獴，他們可能在休息室，有的狐獴它就是在那邊守衛，所以就跟我們人很像，所以再加上因為米卡又是不是米卡，就是這個狐獴，它是有一點神經質的動物，那這個跟我們劇情中的那個米卡跟媽媽也有點像，所以我們就用這個動物來做這一次的主角。那除了這一次啊，是米卡是狐獴來做動物的主角之外，我看到其實在這個演出的陣容裡面啊，也有非常多不同的蔬菜水果啊，對，昆蟲啊，他們有很多角色的互動。老師可不可以跟大家來介紹一下？因為其實這一出戲呢，它是以我自己育兒的經驗，就是我跟我兒子之間育兒經驗遇到的很多事情。他們在小朋友在成長過程中，他可能遇到一些同儕啊，去學校啊，跟同儕之間發生的事情，然後還有親子之間的衝突啊，還有譬如說挑食，不要嘗試新事物這些事情，我們就把它全部都放在這個故事裡面。所以你剛剛說到的什麼遇到蔬菜啦，然後或是說他們到了夢奇地裡面有看到馬戲團啊。昆蟲馬戲團，這些蟲馬戲團，這些都是就是米卡，因為他想要
跨出自己的那一步，所以他做梦中去到了有一个超人叫做 OK Man，他就带他到梦中，然后不同的地方去探险、去冒险，然后他就尝试了很多自己从来没有尝试的事情。哇，对，所以是一个非常有寓意，想要借由米卡跟大家分享，不仅是老师的育儿心得，也希望给小朋友有很多的学习，或者是有很多的勇敢，对，很多的意念的感觉。然后这也是第一次呢，我就是尝试把亲子的一些东西放在戏里面。对，所以这一出戏其实不是只有给小孩看的，它也是给爸爸妈妈去看。老师是不是偷偷抒发自己？有一点带小孩带得太辛苦了，有没有？对，偷偷抒发。所以这一次呢，刚刚我们有讲到，其实爱唱歌亲子演唱会，先前面有来到 N 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但是这一次呢，睽违3年又再个推出新的作品了。那演出时间大家一定要来好好留意一下。我们请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其实一直陆陆续续下来会有非常多的场次，对不对？对，就是这一出《米卡勇闯魔法梦奇地》呢，它其实从8月12、13号从台北开始，一直接着有台北、高雄、台中，然后台南、桃园、嘉义，直到10月，我们有各种非常就是丰富的精彩的场次，鼓手大家听抽了后关注一下，只要在脸书上面搜寻谢欣芷爱唱歌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或者是对那个到年代售票也有可以。是没错，鼓手吼父亲节嘛，我们爸爸也要放松一下，所以爸爸就都得带妈妈还高声音呢，一起来到剧场，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演唱会，大家都放松一下啊，顺便感受一下有没有跟欣芷老师、跟欣芷妈妈一样的困难，对不对？那这一次其实推出了这个新的演唱会，当然底部该狗这是大家非常每次来看就一定要留意的这个重点了，有没有？大家都非常喜欢听欣芷老师的歌曲，要不然不单枪有 QA 狗 Q 来重新改编，也有新的歌曲，也有新的创作，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有哪些新的。我们这次呢，其实是采取数位单曲的方式来发行，那包括在里面呢，其实有我们以前历年来的经典的歌曲之外呢，今年有目前为止在戏里面有4首新歌，对其中有一首就是我刚刚自己很有感的《坏妈妈》，妈妈坏坏，坏妈妈。对，那妈妈坏坏这一首歌，你看第一个坏哦，它是 WHY， 是问号，中马该那个坏，为什么坏？妈妈为什么坏？因为其实小朋友就很常常就问妈妈说为什么要这样？哦，妈妈说你不能看电视看太久，为什么？你现在赶快去睡觉，为什么？对，但是然后有的小朋友像我的大儿子很小的时候，他就会你跟他阻止他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他就会说妈妈你坏坏他会反过来，对，妈妈有时候会说他坏坏，对，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写成一首歌，好可爱。然后我背后，所以我讲出孩子的心声，然后又讲出这个大人的心声。不是小朋友就说你为什么不让我吃零食？大人就说可是巧克力吃太多，你的心脏会蹦蹦跳。对，就是对，所以就是把这两方的个人的心声。亲子双方的心声把它表现出来之外，然后冲突之后你要和解，所以我里面就说到了，要抱一下亲一下，然后我最爱你，然后跟互相说，就是谢谢你陪在我身边。对，真的，爱唱用唐老师爱用讲就只有同感同暗歌吼，and 下節目中了還會繼續同大家來分享老師後堂嘅音樂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來再個繼續同大家來分享哦。好，非常大家有陣都福起來咧，我係總一群阿群妹，今日節目當中又會同大家來分享呀，這個愛唱歌嘅親子演唱會又來了，一擺來推出嘅係米卡勇闖魔法夢奇地。
今日是阿爸节，故说邀请天视机头前的阿爸吼，做得开始去买票咯，只敢要做得可以咧当精彩嘅演出。故说今日节目邀请到艺术总监车行志先生来到节目同大家来分享，刚刚有讲到佢哋写歌嘅时节啦，当多都会起家嘅感想、挂号怨言，有吗？有吗？有，其实。有时候先叹一口气，我先叹一口。我是说，这写歌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有时候是一种抒发，或者是找寻问题的方法。因为就是借由写歌，或者说你在写歌词的同时，你有时候需要去查一些资料或什么之类的。那可能在这创作的过程中，自己的心就会得到平静。像我们刚刚之前提到的那一首歌，就是《妈妈坏坏》，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刚有说，他就是我儿子小时候就跟我说：“妈妈你坏坏，因为可能我更管他这个不能吃啊，那个不能吃啊，衣服要多穿一点啊，还是什么。”然后很多时候可能在孩子看起来是你为什么要管我这么多，或是说在别人看起来你为什么是这么专制的妈妈？可是其实大家不知道的是，我的小孩是有气喘。他会过敏，他很多东西不能吃。那他气喘，他必须要时时刻刻注意衣服，就是要穿的那个。然后他可能需要运动之类的。很多妈妈心里自己的话，或是妈妈心里为孩子着想的事情，别人不知道，孩子也不一定能了解，就只好妈妈自己吞下去。对，而且其实妈妈有时候是扮黑脸的角色。其实妹梦熊会做黑脸啊，我也不想啊。对，也不想要碎碎念啊，所以我歌词里面其实就会讲啊，我也不想一直管，但是爱的碎念我很困扰。对，其实妹有准备啊样片吼，抽太嘎 Q 哈来弹一下这首歌《妈妈坏坏》，其实我很喜欢，它里面有一点点像是对话的感觉。对，它是有一点对话，然后它其实是用 rap。就是有点 rap， 念歌 rap， 然后他又是用那个Mountbatten 的这种音乐型，它其实就是你从头到尾，你又觉得它音乐节奏很快，很忙，但其实这个其实有点冲突，对，但是对冲突紧绷之外，它这个忙其实是妈妈很忙的节奏，但是在歌曲最后面你会听到一个闹钟的声音，叮叮叮，关掉了。可是这个闹钟并不是在叫谁起床，而是一天过了，妈妈终于可以休息。妈妈心中那个闹钟，你几点应该做什么？你应该就是要干嘛？那个妈妈自己心里的闹钟关了，松一口气的那种。好真实哦，对，好真实，这就真的像妈妈的一天的感受一样。是，所以像这样子创作的过程，应该也获得很多妈妈的回响吧？是不是？但是很好笑的是，妈妈说，可是妈妈自己感动的要命，可小孩在那边妈妈坏坏。而且我觉得，你看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也是在老师的YouTube 上可以看到的这个 MV， 对，非常可爱。它就是妈妈跟两个小屁孩，为什么不能吃？再有一点 fighting， 有一点点超有趣，冲突斗争的感觉。但其实这就是每个家庭都会有的，而且其实我碎念我儿子的事情，大部分妈妈也会碎念他们的小孩，完全可以理解。连爱没有做妈妈，爱宽爱的时候跟小朋友看我身边的妈妈，他们都有一样的感受。而且其实你现在回想啊，这些叮咛其实不是碎念，我说是叮咛。这些叮咛其实到现在都还是有啊，像我自己的妈妈也是会说，我天气冷，你要不要多穿一点衣服？袜子要穿高一点，不要太累了，早一点睡之类。到现在妈妈他们只是换了一个方式，换了一个话提醒，就不是像我们小时候那么直接的碎念。对，所以其实来到亚跳从低度进到这个演唱会的空间里面，我们看到了好看的剧情，听到好听的音乐，重点是它还是演唱会本质哦。所以我们现场的演出都是亚德欣赏 live 演出的，对，不是说配 CD 什么的，是现场 live 演出，对，现场的 live 乐手，然后我们的 live 演唱。天哪，这感觉就是一个很丰富的盛宴的感觉。而且最重要的是，它不是一般的音乐剧，是我们会希望全场的小朋友跟我们一起唱歌。所以当音乐响起，小朋友熟悉的歌响起的时候，全场
一起，就是1000多人一起大合唱，那种震撼力是真的非常非常棒。而且我们有讲到，其实歌单里面有有不是老歌啦，对，有今年的歌曲，然后有曲今年的新歌。没错，所以经典歌曲小朋友一定会听到就非常有感，就可以跟着一起唱。而且老师是不是有在脸书跟大家复习，有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是《数星星》？对，这首《数星星》呢，现在几乎前奏一下，所有的小朋友都会跟。但是今年呢，我们把这首《数星星》呢，这《数星星》最开始它其实是一首大人之间的情歌。那我是在网络上听到，我就联络作者，我说我可以把这首歌改成给孩子们听的歌嘛？然后他就说好啊，然后从此我就跟他变成写歌的 partner。哇，对，然后我们今年呢，为了纪念这首歌，已经出版12年了。所以呢，我们这么久了吗？对，这么久了，它是我第2张专辑里面的歌曲，所以我们就把这首歌曲呢，加上以前就是他一开始的情歌版，把它做成好像是亲子之间的情歌，抒情版的感觉。抒情版，对。而且老师这次特别有在 IG 上面开一个影片，可以让大家混搭数星星。所以我想应该不止小孩，应该连妈妈对都非常想要跟我们的女神一起来合唱。所以欢迎大家来 IG 跟我一起合唱。真的，我也要去合唱哦，大家等我的影片。真的，因为这首歌真引动后堂，听到也是非常想要这样摇摆的感觉。所以这么多歌曲，除了有很多妈妈的烦恼之外，给母也黑父亲节、黑阿爸节，其实也有写给爸爸的歌曲，对不对？我们还有一首歌就是叫做《给爸爸的情歌》那这首歌呢，创作由来就是一般来说。因为现在的爸爸跟我们那个时代的爸爸其实又不一样。现在的爸爸真的，我不得不说非常优秀，越来越优秀。因为包括我们演唱会的现场，你都会看到很多爸爸是陪着全家人一起陪着孩子一起来唱歌，然后有的很多爸爸唱的比小孩唱还大声。我们有看过很多这样子的例子。那这些爸爸在参与育儿的过程中，他们其实是不像我们妈妈，就是很会讲话的，他们也不太善于表达自己，所以我就写了一首歌。那给爸爸的情歌呢，是送给爸爸的情歌，同时也是爸爸唱给你听的情歌。那这一样的，就是跟刚刚妈妈坏坏是亲子之间双向的去唱的一首歌，给爸爸的情歌，就是要给爸爸跟孩子之间沟通的一首歌。对，所以我们看得到跟爸爸的故事、妈妈的故事，当然还有米卡勇敢的故事。所以有一首新歌叫做《勇敢试试看》，对不对？对，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听一下这首歌《勇敢试试看》，它是怎么样的一首歌呢？这勇敢试试看的由来呢，也是来自我的育儿生活。它是一个很轻快的节奏。对，它是轻快的，因为他想要鼓励小朋友，不管做什么事情，你没有见过的事，你没有尝试的事，你还是要踏出那第一步。对。树上小鸟展开小翅膀，跟爸爸学飞翔。小小虎儿手臂伸好长，学妈妈树上荡呀荡。而且这个 MV 也太可爱了。小青蛙也在踢踢腿，跟姐姐学。而且我们有编这个舞，对，希望大小朋友可以一起，就是可以一起跟着这个舞跳舞。我真的是觉得小朋友非常需要有这个视觉上的感觉。好可爱哦！这个小朋友声音是大小孩的，对，他是已经变身的大小孩。对，这是他本人吗？他本人不是，里面不是他本人，不是他跳嘛，对不对？我觉得有这样子的年纪的小朋友加入也很可爱耶。是因为其实我们现在就是要鼓励你，不管什么年纪，你都是可以唱歌的，不是要因为你的变声，所以你就限制自己。好好听哦，让大家听到都觉得，原来不只有这种很温暖的歌，我们有这种快节奏的歌，对不对？是。那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在《米卡勇闯魔法梦奇地》里面有非常多的角色，那就是因为有非常多，除了狐獴之外，还有蔬菜、水果，还有虫、昆虫，还有青蛙合唱团。对，但是也要教小朋友跟蔬菜之间的关系，因为小朋友常常会挑食哦，会变身，对不对？对，所以其实会写蔬菜这一首歌呢，它是蔬菜 Party。
他就是因为我的小孩挑食，非常挑食，非常对棘手。我的小儿子到现在是，你只要饭里面有一点绿色的葱哦，他都会给你挑出来，不能偷混你不能看到任何绿色的东西。那与其跟他讲说哦，其实我也可以写一首歌，就跟他讲说哦，青菜好好吃哦，你要把它吃掉。可是我觉得这是不是让他引起兴趣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就写了一首以蔬菜本身在说话的第一人称方式的歌，所以这蔬菜就说，我是某种蔬菜，你可以在哪一种料理里面找到我。哦，好可爱。然后，譬如说我是芹菜，圆圆的贡丸汤里面找得到我的身影。那我们就希望说，小朋友听到这些歌的时候，对这些蔬菜他会去引起兴趣，然后借由引起兴趣，就可能开始会想要尝试这些食物。哇，对我觉得掐云志老师给给弄4D度后，全部都是很多的故事，把我们的生活全部都变成很奇幻的故事。故事还有懂的故事可以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到节目当中同大家来分享哦。好，欢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我係總演員阿喬妹，今日嘅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米卡勇闖魔法夢奇地有隻親子嘅演唱會，邀請大家共下來聽，帶定新年嚟共下去，爸爸做嚟休息下，媽媽做嚟休息下，新年嚟做嚟看到當歡喜。家下要同大家來分享到吼呀，第一度吼要講到故事，還個要講到好聽嘅音樂，啊，呀條音樂嘅創作全部就係掐雲志老師佢編寫出來嘅，啊，當到就同佢嘅生活當中有非常密切嘅關係，咩可能係佢嘅心裡的話，借由音樂跟大家來分享，或者是育兒生活比較苦惱的部分，也透過這個方法寫出來。是，剛剛我們講到的這個跟小朋友挑食、健身有相關，然後給創作成一條歌，對，然後叫蔬菜 Party，叫蔬菜 Party， 對不對？然後建構了很多畫面，讓小朋友，我覺得有一點點像是讓小朋友去認識這個蔬菜，了解它，對，然後進而引起興趣，然後想要吃它。他也是一個主角，他也有故事，他有他的好夥伴芹菜跟貢丸們。對，所以這次啊，為了要讓小朋友就是對這些青菜引起興趣，我們還做了紋身貼紙。哇，是要把讓小朋友拿到不喜歡的菜聞到自己身上，裡面應該都是我們選的，都是小朋友比較喜歡的菜。有經過調查。對。那我好奇耶，這小朋友比較喜歡的菜是哪些？譬如說玉米啊、番茄啊、金針菇啊、高麗菜啊，像是這番茄啊、玉米跟這個高麗菜，因為有點甜味嘛，然後金針菇很多小朋友就是它是脆脆的口感。哦，對，所以這些都是小朋友比較喜歡吃的蔬菜，所以可以讓小朋友選擇自己喜歡的紋身貼紙。對，紋身貼紙，然後紋在上面。因為其實我們有一個橋段是要讓小朋友投票自己喜歡的蔬菜。哇，跟現場互動的橋段嗎？是，那這樣很有趣耶。對，所以我想，應該天司機頭前的觀眾朋友，呀，他就給你這個慫恿查資訊呢，歡迎大家到臉書搜尋謝欣子愛唱歌，或者是我們要到哪裡來買票呢？就我們到年代售票，年代售票也可以買到我們的票。大家做後搜尋一下資訊。但是呢，大家可能天司機頭前呢，爸爸媽媽可能會有一些在 sell， 我們家小孩子幾歲可以去看演唱會？那家的會迪嗎？該他們會不會去現場？然後如果一直亂吵亂叫，那我該怎麼辦？我相信很多爸爸媽媽都有暗湧跟煩惱。老師是不是可以為大家解答一下？其實呢，這個爸爸媽媽有時候會很驚悚，我說驚悚，就會是焦慮，怎麼樣帶小朋友來看表演？那其實不管是看表演也好，或是其實給小朋友做任何他們沒有做過的新嘗試，都要先經過一個東西，我們叫做行前教育。為什麼要做行前教育呢？因為小朋友他們是一個非常需要預知的小生物。借由預知呢，他們就可以有安全感，然後他們就會知道說，這些事情是之後會發生的，他們自己心裡才會有一個底，說那我到時候會有怎麼樣的反應，可以有怎麼樣的反應。
那所以，我所谓的琴弦教育，就是我们会建议爸爸妈妈们先跟小朋友练习我们的歌单，让他们唱熟了歌曲，现场呢在听这些歌曲，在唱这些歌曲的时候，他们就会更有的共鸣，因为这些歌曲他们熟悉了嘛，所以他们听到就会哦，我知道这首歌。然后小朋友他们是很需要这个，就是熟悉，然后反复，对，所以他们就会更容易，就可以更好的融入这个故事跟这个演唱会的氛围中。然后另外就是爸妈呢可以借由就是说故事的方式来跟孩子们讲说，我们等下去的这个表演现场会发生什么事情。譬如说，等一下中场你必须要去上厕所，等一下会有短短的暗场时间，因为在换场是有暗场，有的小朋友他们会怕黑。对啊，可是这个暗场之后，你牵好爸爸妈妈的手，一下灯光就会亮起来喽，所以你不要害怕，爸爸妈妈都会在身边保护你。就这些东西，这些小细节，我觉得都是要透过说故事的方法，事先说给孩子们听，让他们知道说他们来到这个地方会有这样子的方式。那甚至你也要跟他讲说，因为台上的演员在表演，所以你不可以乱跑乱冲，要不然很暗暗的，你很容易跌倒，或是你可以去可能会打扰到别人。对，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行前教育，你要事先就告诉他们，而且是用。不是说1次2次哦，几乎是你要来看的前几个礼拜，你就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这么早以前，现在就会是要开始好好准备了。对。然后呢，老师的 YouTube 跟 Podcast 其實咩有懂得愛用跟內容，有這些內容跟大家分享。对，我有更就是比较让大家知道更详细的跟大家说明什么叫做行前教育，以及你要怎么样来做行前教育。没错，而且我想，亚哈懂得爸爸妈妈其实他们投注非常多心力在照顾孩子，是，所以我相信很多妈妈也是老师的粉丝啊，老师的歌都会跟着唱。所以呢，我们现在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首，这个是前没多久，听说是6样前某几年张标出来才刚释出的超级新歌，对，新的 MV 才刚释出，这首歌叫做《花与花香》。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花与花香》了。Kona， 我觉得它的动画超级可爱的，对，你跟我来看。哦，好可爱哦！这次的动画做得很细致哎，而且颜色很缤纷的感觉。对，因为它是花嘛，所以要把它做的让大家觉得好投入哦，这个声音，这音乐。老师都喜欢，就是一样是找孩子来唱，对，因为我们还是童谣嘛，对，所以还是希望尽量让孩子来唱这些歌。但是其实他的歌词也还蛮适合大人的。对，我觉得你唱这首歌应该也蛮适合你的声音。哦，好高哦。永远都在本台影，就是看起来，其实大家在听的时候都会停下来，就突然就定住了，都投入在那个音乐的世界里面。应该是说，我觉得孩子的声音有一种魔力，对，它可以很穿透人心，它可以洗掉很多烦恼，所以其实我就会说，其实不是孩子的听，它不是只有孩子可以听，大人也可以听。当你想要不要说逃避好了，你想要暂时忘掉你身边很多事情，
你想要回归自己做什么事情的初心的时候，听听孩子唱的歌，听听他们的话，看看他们的笑脸，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就是可以带给你生命中最棒的一个回馈。没错，也每天俺给我们董兄的呛老师同台搞来分享诶。我们现在有非常多的学校老师，也非常需要很多的音乐教材。其实老师这边是非常希望老师做在来多多高雅的歌曲，对不对？所以有一些老师呢，他们都会想说，那如果就是我在学校教这些音乐，会不会有版权的问题？其实如果你是在以教学使用，而且是非盈利的方式，你在合理的使用范围里之下，我们呢就是会非常鼓励你在教学上面来使用。那当然你是要做成影片播出啦，或者是说你有任何其他的使用方式，你不知道可不可以用的时候，我们也欢迎你就是跟我们的蜂巢唱片来洽询，可不可以来在你的教学上面使用这些歌曲。没错，睇下真嘅，我来好好分享星子老师的音乐，因为我去甲堂嘅，我每次都我东西会分享给我身边所有的小朋友，因为它好好听，然后它的歌词非常的有意义，然后也是简单，但是不会一直重复，本太家有呼吸到的感觉。最后呢？很短短的时间，我们要来进行我们的有发嘎嘎讲哦，来问老师一个我也很想知道的问题。我们刚刚有讲到《蔬果 Party》这首歌嘛，对不对？请问不止小孩子会挑食，老师有没有不喜欢吃的食物呢？我不喜欢吃不好吃的食物。我其实不太挑食，真的，对我是很爱吃东西，但是不太敢吃的肥肉。就是那白的什么皮呀、鸡皮呀、肥肉我不太敢吃，因为它软软的。其他还好，我没有什么不喜欢吃的，尤其是蔬菜，什么都吃哦。难怪你会写这首歌，没有啦，开玩笑。我们真的要多多勇敢的尝试，我们要跟米卡一样，对不对？我们要跟他一样勇敢，就可以勇闯魔法梦奇地。对，鼓手后有抢台嘎，演出的时间就会多尾哦。我们这个在7月到10月亚吞时间，在台北、高雄、台中、台南、桃园、嘉义，按斗给售才全部就有演出。分享台嘎像谢杏子老师跟面熟。韩购向我们的年代售票来购票哦，给我们也非常什么谢杏子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谢谢老师来分享，没什么天时机条件，观众朋友给舒看休息一下，停停欣赏更好来做运动了。节目好看无啊？好看福喜来嘅天时机条件的观众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韓個到福喜來嘅面書傾讚，韓個聽嘅客家天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韓個影片記得分享出去哦。